动漫电影一直是电影市场上的一大热门，2024年也不例外。不少动漫大 IP 都官宣在2024年推出续作，对于动漫迷来说可谓一大福音。那么2024年最新上映的动漫电影有哪些？2024年待上映动画片哪部最值得期待？下面细说，小编就根据 CN10CMPP 大数据为大家分享2024年最新动画电影排行榜。除了正在热映的动漫佳片，还有不少正待上映的动画新片，看看你最想看哪部？一、正义联盟：无限地球危机上。正义联盟：无限地球危机上是由 Jeff Wimster 执导，马文沃夫曼编剧，达伦·克里斯、乔纳森·亚当斯等担任主要配音的科幻动画电影，于2024年1月9日在美国上映。该片设定为一场涉及当时 DC 漫画全宇宙的巨大浩劫，各个宇宙的人物都将共同面对一个前所未见强大的敌人——反监视者。反监视者意图通过反物质能量吞噬所有的平行宇宙，使多元宇宙归为虚无。一次空前浩大的战争由此拉开序幕。二、天降大任。天降大任是由宇宙之铁编剧并执导动画电影，于2024年1月6日上映。该片讲述在一场抵抗外星侵略的战斗中，武圣大禹牺牲了。临终前，他叮嘱徒弟小巨兽蒲劳去寻找金箍的下一位传人。懵懵懂懂的蒲劳走遍千山万水，也没找到什么金箍的真命天子，却一不小心被只野猴将金箍夺了去。两位误打误撞来到培养天选之子的学院，猴子也被祖师命名为空。三、熊出没：逆转时空。熊出没逆转时空是熊出没系列电影的第10部影片，也是熊出没推出的电影10周年之作，于2024年2月10日上映。该片讲述光头强是一名普通程序员，却常梦见陌生的森林和2头狗熊，直到他跟上司出访大客户，终于想起他原是森林的小导游，偶然得到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。为挽救旧时间线里的熊大熊二，光头强开始一场奇妙的时空冒险。4、功夫熊猫4。功夫熊猫4是功夫熊猫系列电影的第4部，由梦工厂动画出品，环球影片公司发行，定档2024年3月8日北美上映。该片讲述了阿宝离开和平谷，前往大城市，试图找到一个新的角色来接替神龙大侠，而新反派为变色龙女巫。她召唤出了阿宝过去所有的敌人，阿宝必须再一次打败他们。5、头脑特工队2。头脑特工队2是由凯尔希曼执导，梅格勒夫夫编剧，艾米波勒配音的动画电影，定档于2024年6月14日在北美上映。该片是头脑特工队的续集，讲述莱利逐渐适应新城市后，乐乐悠悠、怒怒怕怕和厌厌的脑内生活也波澜不惊，直到新情绪悄悄从天而降，发掘心中未知的角落，一起感受喜怒哀乐五味陈杂的百变情绪。6、疯狂动物城2。疯狂动物城2是由拜伦·霍华德执导，杰拉德·布什编剧，基尼弗·古德温、杰森·贝特曼等配音的喜剧动画电影，于2024年11月17日在北美上映。该片为《疯狂动物城》的续篇，继续讲述警官兔朱迪和他的搭档胡尼克合作，共同努力维护动物城社会治安的故事。7、哪吒之魔童闹海。哪吒之魔童闹海由饺子执导兼编剧，由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、成都光线动画有限公司、成都自在境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动画电影。该片讲述天劫之后，哪吒敖丙的灵魂虽保住了，但肉身很快会魂飞魄散。太乙真人打算用7色宝莲给二人重塑肉身，但是在重塑肉身的过程中却遇到重重困难，哪吒敖丙的命运将走向何方？8、神偷奶爸4。神偷奶爸4是克里斯·雷纳德、Patrick Dallage 执导，麦克·怀特担任编剧，史蒂夫·卡瑞尔、克里斯汀·维格、皮埃尔·科芬等担任主要配音。照明娱乐公司制作的原创动画电影，于2024年7月3日在北美上映。该片是系列电影的第4部，讲述了神偷格鲁计划利用3个孤儿女作为他伟大偷越计划的棋子，直到发现他们天真的爱深刻地改变了他。9、指环王：洛希尔人的战争。指环王：洛希尔人的战争是由神山健治执导，布莱恩·考克斯、米兰达·奥图、卢克·帕斯夸尼洛、绍恩·杜里等主演的奇幻动画电影，于2024年12月13日在美国上映。该片讲述2691到2759锤手海尔姆，他统治的末期，洛海因敌人入侵和漫长冬季遭受了重大损失，海尔姆和他的2个儿子哈列斯和哈马都死了。
海尔姆的外甥弗雷亚拉夫继承了王位，时变形金刚初代。变形金刚初代是由乔什·库雷执导，克里斯·海姆斯沃斯、斯嘉丽·约翰逊、乔恩·哈姆等主演的科幻动画电影，于2024年9月13日在北美上映。该片聚焦变形金刚起源故事，故事发生在变形金刚的母星赛博坦星球，讲述年轻时候的擎天柱和威震天从手足变为仇敌的故事。